咁多位街坊，你哋平時去飲茶最中意叫啲咩點心？係熱辣辣一咬開就流汁嘅蝦餃，定係蒸到啱啱好軟腍腍嘅豉汁排骨？不過今時今日喺大灣區飲茶，你眼前呢籠熱騰騰賣相靚絕嘅點心，好可能唔係點心師傅喺廚房即包即蒸嘅心血，而係一包喺冰箱入面雪咗成2-3年甚至更耐嘅薑絲預製菜。你以為自己去飲茶係享受緊一盅兩件嘅傳統風味，但其實你可能只係塞緊一堆由化學元素表拼湊出嚟嘅急凍高科技產物落肚。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預製菜周街都有啦，茶餐廳、連鎖快餐店用預製菜一早已經係公開嘅秘密，有咩好大驚小怪？但你知唔知，依家市面上泛濫緊嘅薑絲點心，恐怖程度已經遠遠超出咗一般人嘅想象。呢啲點心嘅保質期長到嚇死人，背後涉及嘅利益鏈同埋添加劑黑幕，更加係令人不寒而慄。正正因為呢個亂象已經到咗失控嘅邊緣，廣州最近終於頂唔順，正式出台咗份針對預製菜嘅全新法規，話要嚴厲嚴打呢啲薑絲預製菜同埋黑心作坊。呢個新規定一出，即刻喺整個大灣區嘅飲食界引爆咗一場大地震。今日我就同大家直擊呢場大灣區薑絲點心嘅背後黑幕，話俾大家聽點解我哋飲茶會變成食化學元素表，而最緊要嘅係，作為消費者嘅我哋，點樣用內行人嘅3招絕技，一眼分出邊啲係新鮮包裝，邊啲係放咗幾年嘅化學薑絲貨。講起飲茶，呢個絕對係我哋嶺南飲食文化嘅靈魂。由上個世紀，即係1980年代、1990年代開始，甚至再推前到清朝末年，去茶樓一盅兩件，吹水睇報紙，已經係好多人每日不可或缺嘅生活習慣。一個好嘅點心師傅，要經過好多年嘅學徒生涯，由麵粉、調配蝦餃餡，到控制蒸籠嘅火候，每一步都講求功力同經驗。以前我哋去飲茶，等個點心等得耐少少，大家都唔會介意，因為知道慢工出細活，新鮮蒸出嚟嘅點心，個口感絕對係呃唔到人。但唔知由幾時開始，大家有冇發現，依家去好多新式茶樓，或者大灣區一啲大型連鎖餐飲店，你前腳啱啱用手機掃碼點完餐，後腳唔使5分鐘，4-5籠點心就已經齊刷刷咁擺滿咗成張台。無論係燒賣、鳳爪、排骨定係牛肉球，速度快到好似坐咗火箭咁。更離奇嘅係，無論你係星期一去定係星期日去，無論你係朝早7點去定係下晝2點去，呢間鋪頭嘅點心味道、大細、形狀，甚至連上面粒蟹子擺嘅位置，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精準到好似工廠流水線複製出嚟咁。冇錯，你冇猜錯，呢啲其實全部都係預製菜。如果只係普通嘅急凍點心，可能大家都仲可以勉強接受，畢竟現代社會講求高效率、成本控制。但依家問題嘅核心在於，呢啲預製點心已經變質成為薑絲點心。咩叫薑絲點心？顧名思義，就是呢啲點心喺工廠生產出嚟之後，經過極端嘅防腐處理同埋超低溫冷凍，儲存咗一段長到不合常理嘅時間。有一啲黑心批發商為咗囤積居奇或者低價清貨，甚至會將一啲已經放咗2年、3年甚至更耐嘅急凍點心，偷偷地改咗個生產日期標籤，再源源不絕咁運去各大酒樓餐廳。當呢啲放咗幾百日、上千日嘅點心被送入廚房，廚師甚至唔需要開火做，只需要用個強力微波爐或者高效蒸箱，短短幾分鐘之內，呢啲薑絲就會瞬間復活，變得白白淨淨、熱氣騰騰咁端到你面前。你以為你食緊嘅係點心師傅嘅手藝，但其實你食緊嘅係科技與狠活嘅結晶。點解呢啲點心可以擺咁耐而唔腐爛、唔變質，甚至蒸出嚟之後個賣相仲靚過新鮮做嘅？呢個就係大家最關心嘅化學元素表問題。一隻普通嘅蝦餃，如果我哋自己喺屋企做，材料好簡單，不外乎係鮮蝦、肥豬肉、筍絲，外皮就用澄麵同生粉，放喺雪櫃冰格，頂多1-2個月，個皮就會開始裂，蝦肉亦都會失去水分，變得又霉又韌。但工廠做嘅薑絲點心要應付長年累月嘅儲存同運輸，
佢哋就必須要依賴大量嘅食品添加劑。首先，為咗令到個點心皮望落去晶瑩剔透，而且擺幾年都唔會乾裂、唔會黏底，佢哋會加入大量嘅修飾澱粉、複合磷酸鹽同埋乳化劑。呢啲化學物質可以緊緊咁鎖住水分，令到個皮無論經歷過多少次嘅解凍同再冷凍，依然保持彈性。再講到入面嘅肉餡，無論係豬肉定係牛肉，擺得久咗一定會有股雪藏嘅味同油蝦味。為咗掩蓋呢股死氣沉沉嘅味道，製造商就會大劑量咁倒入谷氨酸鈉，即係我哋平時講嘅味精，仲有情味核酸二鈉、各種類型嘅肉類香精同埋牛肉膏。呢啲添加劑嘅威力大到，可以將一堆放咗好耐，已經完全冇肉味嘅柴肉，偽裝成充滿肉香、鮮甜多汁嘅極品肉餡。更加令人擔心嘅係防腐劑嘅濫用。為咗確保呢啲點心喺漫長嘅供應鏈入面絕對唔會發霉，一啲法規邊緣嘅防腐劑或者過量添加嘅情況屢見不鮮。當你每咬一口燒賣，你其實就同時吞緊脫氫乙酸鈉、山梨酸鉀呢啲化學名詞落肚。長期咁食呢啲充滿化學元素表嘅食物，對我哋嘅肝臟、腎臟會造成幾大嘅負擔，真係諗下都覺得恐怖。好多開酒樓嘅業內人士其實都心知肚明，但點解大家明知預製菜唔健康，仲要前赴後繼咁去用？歸根究底，全部都係因為一個錢字。依家做餐飲，面臨緊三大高山，就係租金貴、人工貴、食材成本高。特別係喺大灣區嘅核心城市，一個傳統嘅點心大師傅，月薪冇1萬幾千甚至2、3萬伙食費，根本請唔到人。而且一個師傅一條心，每日手工做嘅點心數量始終有限。如果一間酒樓全部堅持手工即做，佢就需要一個好大嘅點心廚房，裏面要擺滿各式各樣嘅設備，仲要請一成群嘅小工幫手切嘢、包裝。咁樣一來，廚房佔用咗鋪頭好多面積，可以擺台請客嘅地方就變少咗，營運成本直線攀升。相反，如果轉用僵屍預製點心，成個遊戲規則就完全改變咗。酒樓老闆只需要請1、2個普通嘅廚房雜工，人工平一大截，廚房面積可以縮減到極少，擺多10張台賺錢。最緊要嘅係預製點心嘅批發價平到你無法想象，一籠喺出面賣30幾40蚊港幣嘅豉汁排骨，佢嘅預製菜批發成本可能只需要3、4蚊人民幣。呢種暴利，試問邊個老闆忍到手？喺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環境之下，堅持手工做點心嘅老茶樓一間一間咁被逼到走投無路，而引入大量高科技僵屍點心嘅連鎖餐飲就賺到盆滿缽滿。去到最後，受害嘅永遠都係我哋呢班俾咗正價卻吞緊化學急凍包嘅普通消費者。面對呢種亂象，作為嶺南飲食文化大本營嘅廣州，終於出手啦！廣州最新出台嘅法規，可以話係直擊預製菜行業嘅七寸。新規定入面最震撼嘅一條，就係強制要求所有餐飲商家，無論你係高檔酒樓、茶居，定係街邊嘅快餐店，只要你有使用預製菜或者預製點心，就必須喺菜單上或者喺鋪頭嘅顯眼位置明確公示，清清楚楚咁話俾消費者聽，邊一樣菜式係預製嘅。而且新政仲建立咗一套極之嚴格嘅追溯系統，嚴厲嚴打那些沒有生產資質、衛生條件惡劣嘅黑作坊，更加重點打擊將過期、長期囤積嘅急凍食材改標籤變成僵屍預製菜嘅違法行為。如果被查到隱瞞唔報或者使用劣質僵屍肉，面臨嘅將會係天文數字嘅罰款，甚至會被直接吊銷營業執照，被逼關門大吉。呢個新規一出，大灣區嘅餐飲業即刻哀鴻遍野，好多平時靠包裝預製點心充當手工貨嘅酒樓，紛紛叫苦連天，因為佢哋知道，一旦將本鋪點心傳為預製急凍貨呢8個字寫喺菜單上面，挑剔嘅廣東食客同埋香港遊客絕對會用腳投票，即刻轉身走人。講到呢度，可能好多經常去深圳、廣州玩或者喺香港本地飲茶嘅街販會問，既然新政啱啱推行，成個市場仲有咁多灰色地帶，我哋平時出去飲茶，到底點樣可以自保？
點樣先可以避免自己同屋企人食到呢啲不健康嘅僵屍點心？唔使驚，今日我就特意請教咗幾位喺行內做咗超過30年，經歷過傳統茶樓興衰嘅點心老行尊。佢哋私底下透露咗3招秘訣，只要你學識呢3招，下次去飲茶，你只需要用眼望一望，用筷子夾一夾，入口試一試，就可以瞬間化身成為內行大師，將那些化學僵屍點心打回原形。首先，我哋嚟講第一招，行內人叫觀其形，拆其皮。呢招最啱用嚟分辨蝦餃同埋燒賣呢類最經典嘅蒸點。手工做嘅點心，因為係人手逐個包出嚟嘅，就算大師傅嘅手藝幾咁爐火純青，世界上都絕對無可能包出2個一模一樣嘅蝦餃。你仔細去觀察，手工蝦餃嘅折紋會有疏有密，有高有低，每一個嘅形狀都會有少少微妙嘅差別。而且新鮮手工包嘅蝦餃皮蒸好之後係呈現一種自然嘅半透明狀態，帶有一點點麵粉嘅柔和光澤。相反，如果是一籠工廠機械生產嘅預製僵屍蝦餃，你放眼望過去，個視覺震撼感係完全唔同嘅。個籠入面嘅4隻蝦餃，大細、形狀、弧度，甚至連個皮上面嘅折紋數量同埋間距，都係精準到好似用尺量過咁。最重要嘅係佢個皮，因為加咗好多化學修飾澱粉同埋鎖水劑，佢嘅透明度會高得好唔自然，望落去好似一層膠膜咁，甚至帶有一種擦亮嘅反光。如果你見到一籠點心完美到好似藝術品咁，完全冇任何不規則嘅人手痕跡，咁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佢9成9係工廠倒模出嚟嘅僵屍貨。跟住落嚟第2招，叫做筷子試彈性，看汁水。呢招對於排骨、鳳爪同牛肉球呢類肉質點心特別有效。當一籠試汁排骨或者醬汁鳳爪蒸好端上台嘅時候，你唔好急住放入口，先用筷子去夾一夾佢。新鮮手工做即包即蒸嘅排骨，因為肉質本身嘅纖維冇受到破壞，你用筷子夾落去，會感覺到肉質係帶有自然嘅彈性同硬度，而且盤底嘅汁水應該係澄清、清澈嘅，帶有淡淡嘅肉油香。但如果是擺咗好耐嘅僵屍預製排骨，情況就完全相反。因為呢啲排骨經過長年累月嘅超低溫冷凍，肉類嘅細胞壁一早已經被冰晶刺破，入面嘅水分同鮮味物質流失殆盡。工廠為了令到佢口感腍滑，會加入大量嘅嫩肉粉同埋補水劑。你用筷子一夾，會發現個肉質軟綿綿到一種不正常嘅地步，完全無骨氣，甚至有種爛溶溶嘅感覺。再望下個盤底，啲汁水往往係非常之黏稠起糊嘅，呢個就是因為添加咗過多嘅生粉、增稠劑以及肉類長時間冷凍後滲出嘅組織液混合而成嘅產物，望落去混濁不清。同樣道理，牛肉球如果新鮮做，入面加了陳皮同馬蹄，夾落去係鬆軟中帶有彈牙嘅感覺。而僵屍牛肉球因為加了過量嘅複合磷酸鹽來死死鎖住水分，夾落去就同一個橡膠彈彈波冇咩分別，硬邦邦嘅，咬開入面嘅肉質結構密實到好似食緊塑膠。最後第3招，亦都係最致命、最無得騙人嘅一招，叫做舌尖辨真味，回味式化學。當你將點心送入口嗰一刻，你嘅味蕾其實就是最精準嘅化驗儀器。新鮮無過度添加嘅點心，佢嘅味道層次係好分明、好自然嘅。蝦餃食到嘅係鮮蝦嘅清甜同筍絲嘅爽脆，燒賣食到的是鮮豬肉嘅肉汁同埋香菇嘅幽香。最重要嘅係，你吞完之後，個喉嚨係舒服嘅，唔會覺得乾涸。但僵屍點心因為主要靠化學元素表來支撐味道，它給予你味蕾嘅刺激係一種好霸道、好單一嘅科技爆發力。你一入口，哇，覺得好鮮、好香、好濃味。但呢種鮮味往往只停留在表面，你嚼多2下，就會發現入面嘅肉其實是無任何肉本味嘅，味同嚼蠟。而當你吞落肚之後，大概過咗10分鐘，呢啲化學添加劑嘅後勁就會上嚟，你會開始覺得條脷好麻、好乾，個喉嚨好似有一把火喺度燒緊咁。無論你飲幾多杯普洱或者鐵觀音，都好難消解呢種口乾舌燥嘅感覺。
呢個就是典型嘅過量食用味精、肉類香精同埋化學防腐劑嘅身體排毒反應。講到呢度，大家開咗眼界未？其實廣州今次出重拳嚴打僵屍預製菜，對我哋所有鍾意嶺南美食嘅人來講，絕對是一件天大嘅好事。飲食文化嘅傳承，靠嘅唔係工廠冷冰冰嘅高科技流水線，而係一代又一代點心師傅用雙手傳遞嘅溫度，係對食材新鮮度嘅固執堅持。我哋唔反對科技進步，亦都明白預製菜喺現代快節奏生活中有佢存在嘅價值。但如果餐飲商家為咗一己私利，用那些放咗幾年、充滿化學元素表嘅僵屍點心來冒充新鮮手工貨，甚至危害消費者嘅健康，咁就絕對超越咗我哋嘅底線。希望今次廣州嘅新規定可以好似一陣清風咁，吹散整個大灣區餐飲業上空嘅化學迷霧。而我哋呢班街坊，下次去飲茶嘅時候，記得用今日學到嘅呢3招，好好保護自己同屋企人個肚。畢竟人生在世，食得健康，食得安心，先至係最大嘅福氣。